事已至此，说什么也没用。你走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若是见不到秦柔，我是不会走的。秦柔她是不会见你的，毕竟是你当初抛弃了她。我没有。罢了，跟你无需多做解释。你我相交一场，也只怪我当初识人不清。我无话可说，但秦柔我是一定要见的。哼，跟我讲条件吗？你就不怕我把你扔出这明炼宫吗？哼，你可以啊，但是你会吗？想想吧，在你面前的可是当今的皇上，你可以用我换回任何你想要的东西。激将法？你知道我独孤元是不会拿你换任何东西的。现在在我心里，秦柔就是我的一切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自行离开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那个人他走了吗？没，他还没走呢。他怎么不走？活该，爱走不走。哦，对了，他说什么没有？他说啊，他不走，就算把他扔了也不走，换东西也不走。他说要见到姑娘你以后才走，哪怕就说几句话呢。因为不说清楚，他走了也不会甘心的。都已经来了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好了好了，你下去吧，我知道了。是。他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啊？尊上，尹姑娘去见谢延琪了。这个机会我可以给你们，同样也是给我自己。秦柔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喂，冰块莲，你可别以为我是专门来看你的，我就是想来问问你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你每天在这白吃白喝的，还要别人来伺候你，为人多麻烦啊！你还把不把自己当俘虏了？秦柔，几日不见，你为何消瘦了许多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动手动脚的。
娘娘，无需多礼。哀家真的后悔当初为皇上。倘若我军真的攻打进去了，万一对方与我军来个鱼死网破，伤害到皇上可怎么办？所以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娘娘，战前发生什么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皇上文武双全，天妒英才，又怎么会这么容易失手被擒呢？依我看，这说不定就是他欲擒故纵之计。也许皇上此刻正等着我们出兵，好里应外合，一举踏平明炼宫呢。罢了，现在我们没有皇上的任何消息。倘若真的如你所说，那皇上定会派人送书信来的。所以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欲擒故纵之计。延齐现在肯定是有危险，说不定正在被他们拷打。他们这群败类，居然敢伤害皇上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不行，我要去救皇上。娘娘，这你不必多说了，这里也没有你什么事了，退下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这个双儿姑娘怎么总是劝我们去攻打明炼宫呢？莫非她和他们有什么冤仇？奴才斗胆劝娘娘一句，切不可跟这个双儿姑娘走得太近呐。公公说的极是，我明白，他肯定是有私心的，但是现在还不是猜测他私心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要救出皇上。
独孤元，你若敢动我皇兄一根汗毛，我定将这明炼宫夷为平地。随时欢迎。你不用浪费心思了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谢延琪只顾沉溺于儿女情长，竟如此胸无大志。若是我此刻用他去做交换，哪怕是半壁江山，不，哪怕是几座城池，也能作为我复国的第一步。不行，倘若这样，青柔会如何看我？他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卑鄙小人。也罢，我若如此儿女情长，和他谢延琪有什么区别？历史从来都是给赢家书写的。若我真能复国，谁会在意我手段卑鄙？皇上说什么了？参见娘娘。不要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那独孤就不客气了。我要半壁江山，划江而治。不然，你就等着给谢延琪收。青柔，青柔，你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还惦记我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就是来看看你死没死。青柔，我们不要再争吵了好吗？你想知道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。况且，我已经把退位诏书给了四弟，从此我不想再当这个皇上了。为什么呀？那可是皇位啊！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你可别说是因为我。若我退位之后，就不会再有人说什么了，人们很快便会把我忘记。相信四弟
会是一个好皇上。青柔，之前是我谢延琪亏欠你的，你若肯嫁给我，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去还你的债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衣食住行，我必鞍前马后效劳。你若不开心，也可向我撒气，我的一切都可以是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立慕容依允为后？当时是我听信了奸人的谗言，信了那孔双双的话，以为你心里喜欢的是独孤元，以为你只是利用我的地位去谋取你的利益。况且，孔双双说看见你和独孤元海誓山盟，还说得有凭有据，也容不得我不相信。天哪，你连孔双双的话你都信，你还有没有智商啊？可是你想利用我进入宗祠一事，是真的吗？是又怎样？好，青柔，我想明白了，就算你是为了进入宗祠而利用我，我也认了。只是我想知道，我和独孤元，你选择谁？谢延琪，你到现在还问这个问题，你真是个木头。去。那日我来明炼宫找你，见你手上戴着独孤元传家的手镯，我还以为什么传家手镯？他什么来历我不知道，他只是告诉我这是治病的药镯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宫里逃出来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大病。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哎，算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不是恢复的好好的吗？我以前听过一句话，说感情里最忌讳的，就是彼此幻想着对方的未来，但却总惦记着对方的过去。是我当初不够相信你，你也不够相信我。青柔，这几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你和我是上天注定要走在一起的。我们今后一定要彼此信任，不辜负上天对我们的这份安排。哦，对了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好。青柔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是看看他干活干得怎么样，看来干得还不错，活蹦乱跳的，比兔子还欢实。看也看完了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你出去吧，我要备膳了。不用备膳，我已经让下人准备好了，一定不会比你御膳房的差。延琪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，我们说好在一起一辈子的。我中毒了，是今晚的饭菜。独孤元一定是听见我们的谈话了。我现在就去找他要解药。青柔，别去，他不会给你的。青柔。独孤元，你为什么要下毒？我给了他机会，3番5次劝他走，可他执意不肯离开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复国的念头到我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。我从小就被寄予厚望，而我也努力了那么多年，哪怕有一点小小的进展，我都会非常高兴。可是复国这个梦想实在太艰难了，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实现。想想那些跟随我们多年的家族四世们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了你放弃这一切的时候有多痛苦吗？现在这一切，这一切。
见。把谢延琪带出来。是。皇上，依云，你怎么了？依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娘娘别急，他只是中毒而已。什么？独孤远，我们的约定可不包括你能伤害皇上。娘娘息怒，此一时彼一时。我若不是用毒拖住皇上，他早已与这位尹姑娘双宿双飞了。要还算个男人，就真刀真枪与我来战！搞这种卑鄙手段，你就算复国成功，也会一辈子被世人耻笑的。耻笑？世人只会记住成功者，永远不会记住失败者。是，我这次的确是很卑鄙，可那又怎么样？难道当年你们打下我们江山的时候，又有多光彩不成？独孤远，快放了谢延琪！你，芷柔，放下刀！你要是不放了他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芷柔，芷柔，芷柔，放下刀！芷柔，你，芷柔，把刀放下！放了他！把刀放下，芷柔，芷柔，芷柔，把刀放下！快，芷柔，芷柔，解药，解药！尊上，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我知道你可以再忍2秒钟。哦，就这三嘛！魔法少女小芳正式到岗，女仆模式已经开启。卤蛋，卤蛋，房租。失恋7日治疗法，帮你无痛失恋。爱情要勇敢雷欧。哎呀！一个智商只有64的 B 罩杯，不图上进的吃货。老郑，为了姐妹们寻找幸福的情感之路能够坦荡一些，我李阿伟不得不正式开讲。你以后是找女朋友啊，还是男朋友啊？都可以。我真的只能找白爷。夫家做不到了。怎么样？上油了！
哎，去哪？去哪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！坐下去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可是良家少女。老公。哎呀！你开始。